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8，箴言21章31节安尼讲：马是为着交战的日来备班，总是得胜是对耶和华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明白所有的得胜，拢是对你来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掌管宇宙万物、统管世界历史的活命主宰。你满有智慧、能力甲慈爱，世上一切权柄拢是在伫你，一切的丰盛拢是对你出，真正的得胜拢是对你所来。主啊！愿感谢你对阮的生命的引带甲保守，互阮伫困难甲患难中，犹原有望甲平安。主啊！求你赐阮智慧，互阮认真装备家己。赐阮勇气，互阮伫面对挑战的时无退后。主啊，求你赐阮谦卑的心，互阮伫逐样的困境甲艰难中，无倚靠家己，乃是相信你拢在掌管，互阮伫生活中拄到的征战，拢是坚心来倚靠你，靠你来得胜一切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